终于结束了我的第一个工作跟生活 on and off 的 vlog， 然后这是我第一个记录自己生活跟工作之间，可以安排的事情。阿昏李玉芬近来事业重心转往大陆发展，时常在微博和 IG 分享生活近况、晒辣照。秀时尚穿搭，疫情当下活得惬意。日前她在微博 PO 美背照片，同步在 IG 分享，超过10000人点赞，吸引不少网友留言：女神美到冒泡泡仙女粉，更意外调出了前男友。但是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最喜欢的是米小姐这样子。戏里柯震东日前承认最爱的前女友就是李小姐阿混，最近几次阿混发动态，阿东也都来按赞加持，呵呵，该不会还念念不忘阿混吧？36岁的李玉芬保养得宜，她的美背、好身材让网友掀起一阵暴动，背后的努力不可少。其实我1个礼拜都会上2堂课，然后一次都是1个小时。因为皮拉提斯其实对女生的一些核心啊，或者是一些肌肉的力量跟伸展非常有帮助。这是阿混李玉芬，最近的她多了一个新头衔，她曾交往3年的前男友阿东柯震东日前开直播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我当初最有可能结婚的是，就是想要结婚的是萧小姐，但是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最喜欢的是米小姐这样子。于是李小姐就多了个柯震东最爱的前女友、柯震东最爱的女人、柯震东最爱的前任，巴拉巴拉等封号。那大家也很好奇，究竟阿东跟阿混的分手原因是我还不够好，真的是我还不够好。这个答案啊，只是阿东的官方回答啦。直播完后，前女友萧小姐很爽快，透过经纪公司回应，她个性就是这么直白，现在年轻人真的玩很大。那李小姐的回应是。阿混只晒了一张比基尼辣照加1颗爱心符号。近期的阿混事业重心移到大陆发展，据媒体报道，李玉芬不愿再提过去的感情话题，于是选择不回应哦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